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24。以赛亞書55章6節安尼講：著趁搖花通吹到的時來找伊，佇伊三軍的時求叫伊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趁通找到你的時來找你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自有永有，永存永在，至權至大，至善至疼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這權大，你的權能遍滿佇通世間，你的信實達到穹蒼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。主啊，我每時刻來學習你，閣要來高舉你的大尊名。主啊，我要來到你的面前，用專一的心來追求你。主啊，當阮呼求你的時，你要為阮來拍開恩典的門，予阮通聽見你溫柔的聲。主啊，求你賜阮謙卑的心來追求你。我要趁你通找到的時來找你，佇你三軍的時求叫你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